2018到2019球季的 NBA 例行赛今天落幕，密尔瓦基公鹿队以60胜22负拿下全联盟最佳战绩，季后赛将取得全部的主场优势。NBA 季后赛将从台北时间14日展开。在今天的11场比赛结束后，这个球季的 NBA 例行赛也宣告落幕。东区除了公鹿队之外，多伦多暴龙队排名第2、3到8名分别是费城76人、波士顿塞尔提克、印第安纳溜马、奥兰多魔术、布鲁克林篮网与底特律活塞。西区犹卫冕的金州勇士队以57胜25负名列排头，丹佛金块以54胜28负居次，3到8名为波特兰拓荒者、休士顿火箭、犹他爵士、奥克拉荷马雷霆、圣安东尼奥马刺与洛杉矶快艇。火箭队后卫哈登 James Harden 以平均 36.1 分拿下得分王，也是继1987年乔丹 Michael Jordan 的 37.1 分之后32年来的得分王新高。篮板王是活塞队中锋德拉蒙 Andre Drummond 的 15.6 个，这是德拉蒙连2年拿下篮板王殊荣，也是生涯第3次。助攻王是雷霆队后卫魏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的 10.7 次，魏斯布鲁克平均 22.9 分、11.1 篮板与 10.7 助攻，连续第3个球季完成平均大3元的成就。超节王也是雷霆队的前锋乔治 Paul George， 平均 2.2 次，主攻王则是溜马队中锋透纳 Miles Turner 的 2.7 个。3分球命中率由篮网队后卫哈里斯 Joe Harris 的 47.4% 名列第1，罚球命中率最高的则是公鹿队后卫布洛格登 Malcolm Brogdon， 平均 92.8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布洛格登投篮命中率 50.5%， 3分球命中率 42.6%， 也是史上第8名单季达到50横线40横线90的球员。